观众朋友你好，小弟郭国清本人欢迎你收看今日新历4月初6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佮增加10个武汉肺炎的患者，9月带病入境，一个是伫国内挖到病。新北市政府要求，若去过11个闹热所在，公务人员都要家己管理健康。台北市政府是自后日起上班的时间愈宽限，因为东北季风咧透过华南分河区连带影响，早起7点外，玉山山顶开始落雪。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佮增加10个武汉肺炎的患者，9月带病入境，一个是伫咧国内挖到病，一个是真少岁幼婴。伊所读的幼儿园嘛开始停课2礼拜，下面共班的同学有将近40个，拢得要在家来隔开观察健康。咱就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那早上也宣布过我们有10个确诊的案例，那9例境外的移入那1例是本土的个案。那本土个案是未满5岁的男童，目前我们共掌握了175位的接触者。那有将近40位是在居家隔离，那整体大概那个幼儿园也先就停课2周。国内现在是373案的确诊，那包含境外移入的是321例，那52例的本土病例，那其中有5人死亡，那57人解隔离，那其余还在隔离中。是啦，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到今咱国内的病例计共已经有373站，阁有若清明休困，捌去到阿里山、花莲东大门、嘉义文化路，阁有垦丁遮，拢总11个人来客去的场所者，过来就要家己管理健康14天。上好是上班办公室嘛，点处理烦恼，尽量减出门。国内又个新增加10例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包括9例境外移入，1个本土案例。目前总共全台湾有373人确诊，5个人死亡。今天的案例是365，那我们这记得在昨天我们一个356，那前天有一个343，那这2位是从就是从356传给343，然后这个365是这2位的孙子，那再传给他，这是一个亲密接触。另外，因为清明连假时阵，民众落南上北活动正接，而且一寡观光景点人真多，为了要确保国内社区防疫的安全，指挥中心宣布，民众伫咧连假时阵，若捌去过政府发布细胞简讯的11个热门景点，还有其他人较侪所在活动，加自主健康管理14天。出发时阵一定要挂水安，并且尽量伫咧出来上班。有旅游史的时候。那你如果有症状，那就不要上班，也不要上学。那老板也好，学校也好，也不能要求这段时间在有旅游史、那有症状的时候要求你上班，或者你不上班，那对你就是说做相关的惩处。对于接落来5月连假是不是为了要防疫而取消？指挥官陈时中讲，会看疫情的变化做调整。不过，若是因为人伤多，增加群组感染的风险。社会大家会更加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指挥中心提出警戒，这11个 AAKK 游览地区，但富邦甲国泰，阁有科技产业的鸿海这大公司，嘛已经要求员工，在若休假的期间，捌去过这寡所在者，暂时都唔通入去办公室，踮厝里办公就好。你像国泰金矿，通台湾有4万几个员工，内底就有1200几人，今日都要留伫厝内当值咯。员工入去公司的大门，爱先经过热上仪器测体温。清明连假结束的第1个上班日，国泰金矿唔加放零，已经伫初5礼拜就调查员工到出入佚佗，而且规定捌去过11个警示旅游区的人，初6拜一就袂当入公司，爱实施2礼拜的居家办公。那昨天就非常迅速的，我们第一个时间其实是透过 LINE 的方式，就是去做过各个部门的调查，然后就是疫情爆发期间，所以原本自己下半年有取消，就是有计划的一个旅游，现在目前应该就是会先考虑取消。年假回来就是
可能怕会有防疫的破口，所以公司也是算蛮紧急的，跟同事说必须要全程戴口罩上下班。郭泰金控指出，全台湾4万多人，大约有1200人爱居家办公，因为分散伫银行、证券、产险、人寿等等的子公司，所以讲对人力的调配影响无大。疫情指挥中心警示的11个景点，包括嘉义阿里山、花莲东大门夜市啊、台南关仔岭、虎头埤、高雄旗山楼溪、垦丁等等。除了国泰金控，上早要求员工有去过11个景点旅游的爱居家办公的是富邦金控，若是公股的银行，财政部表示嘛有一间要对咧做。我的了解。应该好像有1家吧。就惊廉价国旅的热潮会变成防疫的空棒。科技大厂目前已经知影的是鸿海集团，嘛向员工发出通知，有去过11个景点的，初6、拜1就要伫厝上班，自主健康管理7天，确认身体健康无爽快的情形，才会当入去公司上班。记者综合报道。风景地区人马正静，传染病症敢会较高位，确实引人心惊疑。但台北市的大甲国校昨暗就先用电脑网络的调查表，互学生囡仔、甲家长、各有老师拢回答讲，这几日捌去过倒一寡场所。教育部嘛要求高中以下学校，今日上课了后，都要加强消毒、各有磅体温，斟酌管理学校内底众人健康的情形。连假了后，倒来学校上课，小朋友多数拢挂着嘴暗，嘛乖乖遵守洗手爱彻底、爱洗满20秒的规定。有关连假到底拢去倒位？台北市大甲国小的学生全数拢无到11个政府发送细胞简讯，警告人潮超磅的观光景点。我放假，因为呢我们就不敢出去，因为呢怕肺炎会传染。外面也很长，每次都公园一堆人。没办法常常去，一堆人的时候会不会害怕？会有一点点害怕。就惊休假了后，学校会变成另外一个防疫的空棚。大家国小前日暗7点，就透过 Google 表单调查全校师生连假的时阵的行踪。全校360个学生全数回报，虽然无人去过11个人潮伤过侪景点，但去过所在嘛遍及全台湾，为西部到东部，为台湾头到台湾尾。校长讲，师生配合回报，嘛互防疫的工作较会当掌握。不是扰民，反倒是帮忙大家对自己的这个行踪做一个交代，反而是一个好事。如果不据实以告，到最后如果万一这个事迹败露的时候，那就更惨了。不过嘛是有家长烦恼，校内有3个学生请假伫厝进行自主健康管理。教育部国教署嘛为此发出紧急通报，要求高中以下师生等来上课了后，要加强消毒，严格执行师生健康监测，嘛请师生24天内一定要提悬对家己健康状况的警觉。若身体无爽快，一定要挂喙暗去看医生，或者是等于厝休困，嘛要即时通报学校。记者林文吴雅宝台北报道。来讲，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拖了上严重的是美国，这已经超过33万人治病，死亡的人数也达到9500几个。川普总统讲，国内才是上界艰难的一礼拜，惊的是还有愈侪人会救袂起来。美国派过来太平洋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因为船顶发生100外个军人胃着病，船长毋但职务予军方解除，但家己本身嘛确定染着这款症。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顶一日发生武汉肺炎疫情，军舰顶悬120个官兵确诊。舰长克劳奇因为互寻求救援的批逼出来，互大家知影，方认为讲处理了真无妥当，煞红丝头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克劳奇伫咧初2红丝头路进前都已经出现症状，而且检测的结果是阳性。美国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咧恶化，累计确诊的病例超过33万人，而且超过9500个人死亡。东西区纽约州州长伫咧报告的时阵表示，过去24点钟新增加8327个，594个人死亡。Number of deaths is up. That's the bad news. It's 44,159. Number of deaths over the past few days has been dropping for the first time.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at? It's too early to tell.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测试过一天超过1300个人因为武汉肺炎来死亡，创下高一日新高。美国卫生部医务总监亚当表示，疫情的程度可比珍珠港事件甲911恐怖攻击。白宫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指出，模型显示，包括纽约、底特律、纽奥良等等，伫咧未来6天至7天内，疫情可能会达到高峰。另外，宾州、科罗拉多州、甲哥伦比亚地区嘛密切观察当中。美国总统川普发出警告，死亡人数恐惊会超过世界大战。This will be probably the toughest week between this week and next week, and there'll be a lot of death, unfortunately, but a lot less death than if this wasn't done. But there will be death. 跳伫纽约港口的海军医疗船安慰号，原本按算敢若收治毋是武汉肺炎的患者，却传出有5艘确诊患者的消息。美国福斯新闻报道，有无甲5名的患者为贾维茨会展中心送上去船顶。另外，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一只4岁的马来阿虎验出体内有新型冠状病毒，是全世界第一只确诊为着武汉肺炎的虎。记者综合报道。欧洲这边，意大利一日内各加500几个患者过身，这已经是近来半个月死亡的人数上介少的一日。西班牙嘛是连续3天过往的人数拢有较减。不过英国这患者犹原一日一日加，女王阁特别出面鼓励国民讲，要保持团结，艰辛度过难关。是讲女王演讲煞无偌久，英国首相煞因为发烧拢无退，阁再入院检查。Assure you that if we remain united and resolute, then we will overcome it.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当地时间7号真罕见发表演讲，向民众发话要有信心，一定会渡过难关。Better days will return. We will be with our friends again. We will be with our families again. We will meet again. 这是女王在位68年来伫耶诞节以外第5摆发表特别演讲，伊感谢医护人员、居家隔离者，也提醒民众遵守踮伫厝内底指示。不过，女王演讲了后无偌久，首相强生就传出送病院。But he's still got a temperature. In a way, it shows this virus affect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ly. 强生3月27确诊10天来症状无相退，找5送病院。伊初3还阁伫咧影片讲话，表示家己好真济，只是有寡小症状。首相办公室强调，强生去病院只是做预防性检查，毋是紧急状况。英国当地时间7号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7000例，接近5000人死亡。有专家预估，新冠病毒恐吓伫英国夺走7000到2万条人命。防疫卫生大臣汉考克7号表示，少数人无遵守防疫规定，若是民众无自律，会考虑禁止户外运动。欧洲上检着意大利甲西班牙疫情出现希望。意大利单日新增加515人死亡，是3月19以来上低。目前总共有15000多人死亡，将近13万确诊，有2万多人康复。意大利政府指出，病例曲线开始平稳，死亡数字也下降，显示疫情有较好。西班牙新增加6000多例，总共破13万例，单日新增加674人死亡，是过去1礼拜以来第一摆死亡人数伫800人以下，总共12000多人死亡。政府强调感染人数正在减少。记者综合报道。休假煞头一日上班，台北市和新北市两边拢有提高警戒。新北市侯友宜市长是要求，顶几日若有去过迄11个闹热场所的公务人员，都要家己斟酌管理健康的情形。台北市政府嘛宣布讲，为着要分散人阵，自后日开始，市府的人员上下班的时间宽限会放愈令。清明4天的连续假期，国内热门的景点出现大量的游客。今仔是连续假期结束了的头一个上班日，台北市政府甲新北市政府拢真注意。新北市政府先宣布，初六开始，公务员也有日办公的民众，日市政大楼拢爱挂嘴烟。早起市长侯友宜阁要求去过国家警示11个景点的公务员爱自主管理。了解我们同仁在假期这4天有没有到这些旅游景点里面去旅游，如果有的话，要自主通报，要自主健康管理，也不排除请他们，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在家里来上班。那这部分我们都要求用自主的方式通报，自主健康的管理的方式来做进行。
好友指出，新北市政府已经进行无共所在办公，嘛启用云端的 APP 来作业，减少群聚感染的机会。台北市政府早起嘛宣布，为7月开始，优等公务员上下班的时间来分线联调。系统要做调整，所以我们今天调整以后，我们会在礼拜3正式的上线，也就是正式的在打卡的相关的系统上面做调整。7点半到9点半中间来的，这样那下班就跟着往后延，大概这样的可以分流。因为我们台北市这栋大楼大概有5000多人。今日要求公务员伫年假出游的时阵，需要报备。黄珊珊认为爱看中央敢有规定。不过台北市有风声讲，一个4岁囡仔确诊，后一间公托停课。黄珊珊表示，台北市政府会依照相关的 SOP 来进行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休困日出门行大的民众真济，不过当时有医师指出讲，比较得肺炎有挂的人比例也是袂少。预防病情摊开，咱算是做了袂歹。另外，有公共卫生学者表示讲，你看南韩因有隔开病人，一检疫，佫有确实阻挡人带病入境，甲禁止大型的集会，致病人数也就安尼连绵的来降低。这几站做法拢真值得咱国家做参考。疫情当咧严重，清明连假的各大景点所有真侪游客。交通部处长余文中表示，虽然观光景点的人数比以往较少，但是烦恼有几个风景区群聚现象较严重。像海边。像夜市，那民众有些时候会拿下口罩来吃或者是喝，那又没有保持这个健康的一个社交距离，那这样就会担心会造成彼此之间的一个交叉传染。医师黄立民认为，国内挂嘴暗的人的比例较悬，相对来讲风雨网也会使。不过，若是一直发生连续假期的群聚效应，未来嘛是有问题。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呢，我们这一波的群聚呢。廉价的群聚可能就冲击就不大，不过这种连续放假的群聚会一再发生所以将来还是会有新的问题。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分析新型冠状病毒伫全球流行的数据，认为病毒所产生的镜头甲传播力拢一直在变化，真歹预料。不过会当参考韩国甲北海道的防疫经验，因为韩国伫疫情大爆发的时阵，采取检疫隔离，主动境外禁止大型集会，提早做检测准备，才会当互确诊的数量一直在降低。这个零星感染到第一波感染没挡住之后，到第2波感染，到第3波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爆发感染，利用这样的筛检，提前找到了这些个案，让这个病人能够分流之后，又采取减灾减害的措施，那么有效的就让这个流行波呢，很快从这个大波流行减缓为小波流行。台大公卫学院表示，敢若有做好疫情的提早预警，甲防疫的提早部署，阻止同情的发生，才会当各国的死亡率慢慢降低。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目前在家内检疫所违反规定偷走出门的案件，已经超过300件。私底下出去佚佗，也是拼粪扫，种种的情形拢捌发生。甚至阁有人叫亲人倒接里长敲来关怀探问的电话，暗砍事实。但台北市道里长出面，望中政府都要考虑，把遐个含检疫的对象带做伙的亲人，共款列管在内，加强管理。台湾居家检疫的人数达到55000人，违反居家检疫的案件超过300件。初6时第26党团开记者会，讲居家检疫违规出门拍照、倒粪扫，甚至是伫网络买物件、当面来交易等等，冇传出来人代替接关怀的电话来到暗砍外出的状况。他是居家检疫，但是因为语言的关系，他误以为是自主健康管理，出现一个乌龙。但是我们从这个案例中发现说，有可能是家人是知道的，所以我们需要呼吁说，这个东西家人、同住的人、朋友应该把它纳入整个防疫的体系当中，他们应该要去协助去监控管理。台北市居家检疫的人数多，一个里的个案就有30到50件。里长李干事无言未了，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就呼吁中央爱加强管理，居家检疫的通知书爱增加人客到厝内拜访的相关规定，而且针对挑故意协助，也是来到暗砍这违规的民众，都爱开罚。开车载着他出去开趴、吃东西等等，其实这些都可能会成为防疫的缺口。除了针对居家检疫隔离者，
居家检疫或居家检疫者的违法情况能够开罚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针对区域的协助或是隐匿这样子的检疫的工作的人，也能够进行强力的要求以及开罚。如果说能够有找到确实他们有出门的证据，我们就是一定会予以裁罚哈。对居家检疫者本身，应该就是不要再接见访客。那我们会再更严格的在我们的居家检疫通知书上呈现。立委呼吁中央爱甲居家检疫的配套做好，一方面加强开发的规范，另外一方面来当好出来人来到做防疫的工课，来当强化防疫的效能。记者尤伟珍、周玉水台北报道。因为台湾师范大学有学生诊断确定致病，自今日开始到4月17，规学校拢实施远距离教学，就是让学生囡仔伫厝内经过网络听教授上课。台湾大学嘛是对今日开始，学生超过100个课拢照采用远距离教学。过来4月27，学生超过60个也会对咧办理。到迄当阵，通大到12.5%的课程拢用网络教学咯。越高规格的，你的讯号越不容易衰减。带着电脑哪讲哪示范安怎管理公司的资讯设备，台资工系蔡新木的老师咧同步进行远距教学，工时间差不多有50位学生伫咧线顶。大概8、9成的同学都有上来看。同学们其实不是那么习惯于在实体的世界里面去举手发问这样的状况啊，但是大家却很习惯于就是在线上用文字的方式来发问。台统计到3月30中昼有1653门正式的课程完成开设，其中875门课有传影片，学生嘛反映即马真侪课拢改线顶。今仔日开始，台246门100人以上的课拢改远距，27开始，超过60人拢总627门课嘛在咧做。我们已经有75%以上的60人以上的课程都有线上的影音的这个资料储存，那代表说大概7成到8成以上的老师已经做好准备。估算4月底差不多有12.5%的课改采线顶来教，但刷落来期中考安怎应用？台指出会当改报告线顶考试，或者是伫咧无同的教室来考试。如果改线上可能会有一些公平性，所以他就想说让我们还是到实体来考试，但是都会隔个距离，然后还是都会强制要戴口罩。因为教育部已经公布教课应用注意代志，提醒大家伫教室内底1.5公尺社交距离。台要我中大防疫会议嘛要讨论安怎兼顾受教权，敢会当强制学生早喙安。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早起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和立法委员经过网络的镜头，唔免去到现场就挺好参观司法院管辖的台北甲士林地方法院，了解法院内底消毒清洁的工作做了啥款。虽然这中间有时信号无稳定，不过嘛拢有即时排解好势。但其他的委员会嘛咧拍算讲，若是较袂有争端的会议，嘛通采用这款视讯开会的办法。今天视讯的品质可能会受到环境音的影响，请大家谅解。先说明视讯过程当中，声音可能有无清楚的情形，请立委体谅。因为立院司法委员会考虑到疫情哪来哪严重，头一届做视讯考察，透过视讯参访司法院、台北地院甲士林地院，了解法院防疫的工课甲通报的情形。透过视讯的方式来解决对行政单位的监督，以及达到避免人聚集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在技术上面要再加强的部分哦，因为如果听起来讯息不清楚，可能会产生在沟通上的一个误解。就伫咧士林法院说明法庭内底甲外口清洁甲消毒的做法的时阵，都捌出现声音无清的情形。发烧、咳嗽，万一有碰到这样的当事人。不好意思，士林的同仁，请把一只手机关闭好吗？你手边2只手机会发生干扰。后来台北法院的视察信号嘛有登记的情形，伫咧过程当中有立委质疑。司法院用 Zoom 做视讯开会的软体，可能会有甲资讯泄露出去中国的议论。用 Zoom 的话呢，在法官或者在你们异地办公的内部会议里面，有没有可能发生是一个后门大开啊？然后我们很多资讯安全的数据
就串流到别的系统上面去。我们这个礼拜应该就可以完成 Teams 的部署。因为立院的听书委员会3月底就要以视讯的方式开会，书委会因为安尼采用视讯考察，参加的委员就认为，伫咧考察当中若有信号的问题，就会当提早发现来改善。嘛建议未来其他的委员会针对较无争议的议题，会当以视讯的方式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法律，就想到人权。咱来讲，2015年7月9日，中国的政府出手掠真侪争取人权的律师，甲民间打出来抗议的人士。其中一个名叫王全忠的律师，昨放出狱，结果煞无通转去处理，因为政府搁掠话讲，伊就要隔开观察健康14天，竟然甲伊按北京带去400公里外的山东济南市。伊的看守担嘛讲，政府定定会搁用种种的借口，继续束缚王律师的自由。2015年2月，中国的异议人士想要学中东国家的网络法革命，透过网络想要串联各地法律律师的抗议活动。就算讲无造成伤大的群众聚集，但是中国政府嘛是动员大批警察来压制，对7月7日大动作掠维权律师甲反迫签的抗议人士，有的抗议者的家属嘛互掠起来，总共有286个人互掠。这场逮捕后来互做709大掠捕。常常替法轮功等异议人士辩护的王全忠，就伫迄段时间的8月3互带走，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但是中国检方一直到2017年才正式起诉王全忠，2018年底才准备开始受理。对互掠到迄当阵3年外时间，王全忠的家后李文竹等等的家属拢无伊的消息，嘛毋知影伊是生也是死。李文竹甲其他几个维权律师甲异议人士的家后，甚至伫街仔路甲他们剃掉来抗议。根据发布国际广播电台等等的外国媒体报道，王全忠伫5透早离开监狱的时，原来当用招来电话通知家后，伊要去济南接受隔离的代志。王全忠阿姐原本要早一双下仔予伊，嘛互警方阻止无法度出门。王全忠到去年才互判4年半，体大公判5年，也就是讲，刑满了后，阁有5年的时间完全无言论甲集会自由。李文竹接受国外媒体采访的时阵指出，伊认为讲，就算讲14天的隔离期满，中国政府也是用各种的借口来限制王全忠的人身自由。啊，若是伊本人，敢若自小间监狱换到大间监狱，无正式去互释放。记者综合报道。当来关心财金方面的消息，顶礼拜行政院决定讲，计共有1条过500亿的预算，要替各行各业消掏困难，甚至也设优待券，让民众去买日常的用品。啊，不过早起国民党的党团是主张讲，要直接发现金上界有效。另外，民进党也有立委咧关心各项补助，敢着原来爱算所得税咧？财政部当时回答讲，补助甲津贴拢是毋免搁纳着所得税，民众就要安心。立法院顶一日通过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纾困进行特别条例相关预算，不过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发现，条例内底并无排除防疫补偿甲纾困补贴进行措施，那就去扣税的基础，所以提案修正特别条例第3甲第9条，还是要修到母法，也就是所得税法里头第4条，也就是日后呢，举凡是政府补助给个人或者企业的部分，都不应该纳入这个综合所得当中。所以这个修法的内容是如此。那也希望呢，民众呢可以确确实实感受到政府的这个美意哈。财政部副税署回应，初二通过的修正案已经定好目前要实施的补助甲津贴免纳所得税，也包括依照我们本条例就委员提案的第9条，我们所这些对于疫情影响而发生营运困难的这些产业或从业人员、工作人员，政府所给予的这些补偿、补助津贴跟奖励，都可以适用免税的范围。针对政府拍算推动库碰券进行抵用券来刺激消费，国民党团是主张纾困直接改用发现金的方式来补贴民众，让大家摕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会当安心来防疫。已经失业、放无薪假，甚至接下来受疫情影响，生计都有困难的人。我怎么可能掏出钱去消费？直接发放现金给民众，是最迫切、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要安怎来发放？国民党团提出建议，参考综合所得税的方式，按申报税负的统计表来做依据，财源是由特别预算机制来传的。甲第2期的精简计划，嘛要纳入排付条款，或这笔钱用伫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是统计讲，到3月底，咧休无薪假的劳工已经逼近8000人，这是过去8档来人数上界侪的时阵。
早起伫咧立法院劳动部的柯明春部长嘛承认讲，若一直到秋天，病症拢还未平静，休无薪假的人数一定会超过1万，甚至若到冬天景气还要复原者，超过2万人都无得空。武汉肺炎疫情对国内经济造成正大伤害。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到3月底，全国放无薪假的劳工已经挖近8000人，创8年的新高。劳动部长柯明春讲，若疫情继续落去，今年放无薪假的劳工一定会破万。假设烧到第3季，预估有多少？啊，委员一定会破了，一定破万。是烧到第4季会破1万或2万，这个不排除了。柯明春讲，今年1月到3月。减班休困的人，虽然甲去年同期比，只敢增加7%，也不过3月1个月就增加26%。所以武汉肺炎疫情对经济甲就业影响正大。伫稳定就业的部分，劳动部已经规划出低中长期12项计划，预计让稳掉180万到200万人的就业。另外，包括央行、邮政镀金加各公营银行，也拢推出新台币7000亿贷款额度来做纾困。不过，真侪中小企业讲看会到用袂到。是行政院已经成立的哈，跟经济部这边成立一个这个融资平台，所以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基本上我们都会积极来处理。另外，为了要刺激类似需求，经济部也拟定伫咧疫情加缓和了，推出酷碰券加定型抵用券。每一个平台然后呢，可以每月大概上限呢。就是1000块，65岁以上的这些，我们会经过敬老健的部分，一样以1000块为上限。那最主要呢，我们就是要考虑到不要有所谓的消费替代的作用，我们是希望能够有带动呢10倍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需求。新民定讲，酷碰券有机能带动10倍消费需求。不过当时实施，本来是希望疫情较早稳定，不过伫最近因为年假和疫情变紧张，所以等到疫情较缓和时阵，就会赶紧启动。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中部一寡生活的消息。来讲彰化一间店内有设游乐区，予囡仔佚佗的亲子餐厅，去年年尾才推出优待券，鼓舞家长就要加买挂，别日来消费就较省。结果清明休假，一寡家长要带囡仔去用餐，才发觉这间亲子餐厅已经关门撮号，按算起来受害者将近有500个。消保官也已经开始介入调查了。囡仔真欢喜，伫咧乐园内底佚佗，有人厝厝啊，有人生积木。这是伫咧彰化市一间亲子餐厅乐园，去年底杀出门票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吸引袂少家长来买。不过今年3月中煞无预警的停业，袂少家长手头还有门票还未使用，美讲这根本就是诈骗。我觉得被诈骗啊，因为他如果说知道他们可能会因为武汉肺炎，然后影响到他们的顾客来源的话呢，他就不应该推销说他们有活动是买1送1的这样子。同时间停业的也有这间乐园伫咧分林的总店，受害民众发起统计，到4月1号为止，已经有485个人登记，金额差不多有43万。乐园负责人表示，并不是恶意诈骗，已经跟消保官联络协调，安怎进行赔偿。不是因为疫情，或者是我的经营的问题而推出优惠活动。我一直以来每一年最少都有3次到4次的活动，就只能请消保官这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协调，用来清偿这些。假设业者他是有意去贩卖那些票券的部分，他原本就知道说他可能就是没办法履约，有诈欺的意思。针对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有刑法的诈欺，消费者可以提诈欺的告诉，再附带民事诉讼。彰化县消保官表示，目前已经接到不少民众的申诉电话。经过查询，这间乐园总公司已经在3月9号就申请改线，彰化分公司就是废止的状况，已经介入了解。消保官嘛呼吁民众，要买这款的票券，最好是买有银行履约保证的，而且在期限内底使用完，若是发生同款的状况，才会有保障。记者彰化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讲玉山落雪咯，因为台北季风咧透，搁有华南分河区连带影响。早起7点10分，玉山山顶开始落雪，一直落到9点15，雪是只有1公分悬。镜头内底，玉山的山顶开始咧落白茫茫的霜雪，头尾有2点钟久，雪只有1公分悬，山顶变做一片银色的世界。白云山庄这边早起8点半，降落冰霜，气温落到剩1度1下豆。
中央气象局嘛表示讲，温度若继续保持遮低，水汽搁配合落去，明仔载玉山顶头无定还是会搁落着雪。近来即几工也是因为东北季风影响，各地头天气拢无稳定，拍算会有短暂阵雨，甚至是落雷公雨。来讲，对3月19开始远洋的渔船入港了后，船员嘛就要留点船顶14天观察健康。但高雄市前镇的渔港遮有14只远洋的渔船，目前拢还无发生船员身体有各样的情形。结果嘛，几两个外籍渔工14天的期间到，也是无爱倒转去家己国内，因为因认定讲台湾颠倒较安全。远洋渔船伫港口社会岸边全部拢是台湾籍工作人员，因为对顶个月19号开始，外籍渔工进港了后，必须完全检疫14天。外籍渔工该当伫船顶作业，毋过有部分特别基本的渔船，船顶的外籍渔工却无愿意登去，也是落船。不回，因为这里挺安全的。这里挺安全的，怎么说？大陆现在疫情比较严重嘛，台湾疫情好一点嘛。再不再看情况呗，国内现在还蛮严重啊，韩国、美国还蛮严重啊。在台湾比较安全是不是？对呀，台湾很安全。远洋渔船大多数是半年还是1年前出港作业，当时疫情还未爆发。如今疫情拓开，外籍渔工认为台湾较安全，反而登去染病会影响生活。移工可能回去他们国家比我们的国家还危险，所以我们船上的人员并没有人要求说要回家。目前前地渔港有14只远洋的渔船，有来自印尼、泰国、中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400多名的外籍渔工。海洋局除了要求每天2遍的量体温、带水压，嘛会抽查确保。同仁会每天就是来船边，然后做点名跟抽量体温的动作。那一发现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立即就通报就是卫生单位。不过，船公司嘛表示，虽然无限制出港，完全检疫袂当落船，后续的补给和维修作业必须要等到14天了后，后续的出港作业时程已经受到影响。记者李小燕交关各项报道。咱再来看台东县消防局有一个分队，4月初3内底2个队员发烧，佫有落瀉甲吐的情形。虽然迄2个身体有各样的队员目前是验无病毒，不过所有分队的队员嘛拢开始家己管理健康14天。分队拍火的勤务顶日嘛拢暂停了。平常时无营救人的消防队，车里传出2名队员发烧吐甲流，因为即马是武汉肺炎疫情期间，这2天全队暂停勤务消毒，由其他的分队支援。附近的居民也感觉消防队甲平常时无共款。今天没看到他们人出入了吼。对啊。这个分队有2位同仁，因为中午用餐之后出现了这个腹泻及发烧情形。那我们为了慎重起见然后立即将2位同仁送医做一个治疗。台东县消防局表示，这2名队员的检体第一摆送检了后呈现阴性，也毋过也是爱依规定自主健康管理14天。其他队员初6已经恢复勤务，也毋过分队的门口举起封锁线，也好外界真烦恼。消防局讲，这是目前各机关管制进出动线采取的必要措施。为了做民众的一个进出口的一个管制所以我们暂时会拉封锁线的一个作为请民众不要惊慌台东县消防局表示，台东县也是零确诊案例地区，因为疫情期间一旦消防队员疑似出现发烧、吐甲流的症头，人员拢会用高规格检疫管制，勤务安排也有资源派遣，请民众放心。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为着要提防武汉肺炎伫咧传，云林县政府顶日有甲云林国中照礼堂当作县府人员分组办公的中心。经过顶礼拜3天试运转，由各局处的副主管带每一科一个科员去到遐办公，收文发文是拢真顺利。按今日开始，就正式开始分组分所在办公了。承办人员签收为分管府送来的公文，要送去异地办公室进前，要先经过紫外线消毒1分钟，才会当把公文送去临时的办公区。为了因应武汉肺炎疫情的清关，分管府伫云林国中的礼堂设置异地办公室，初6开始正式启动分所在办公。大概有很多的这些乡亲都到人口聚集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高风险、高危险的哈。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大概就已经预想到有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传染。那今天正式进驻。
云林县政府表示，目前分管府有23个局处，即马规划14个局处去异地办公室，由副主管带领每一科一个科员异地办公，用透明的塑胶布隔开，而且有设置100台电脑甲电话等等的设备，若要收发公文是拢无问题。跟传统的一个上班习惯真的不一样，尤其包括这边不能开空调了哈，所以同仁都会比较辛苦。但我们为了异地保存这个疫情考量哈，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共体时间。那我们把政府机关哈必要的一些同仁保存起来，那避免一些意外的状况。云林县政府表示，现阶段代替办公场地，敢若限制公务人员办公，无开放予民众办代志。目前除了平湖县甲云林县小连线宣布分所在办公，希望会当避免群聚感染的风险。其他的县市嘛拢已经传好势，会看疫情的状况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看完，咱来看南投草屯的义舒社区，遮建设一片鱼菜共生的系统，要饲鲈鱼、种塔马豆。原理就是用鱼仔的排泄物变成塔马豆的肥底，果子材嘛通改善水质，互鲈鱼熬大只。所有种植的收成，拢要互社区关怀中心遮的长辈时代加菜，食到健康佮天然的鱼仔、菜苕佮果子。这款永远循环的农业，唔免用化学肥，对土地无败害，这是上界有意义。社区阿嬷在讨论安怎照顾这寡柑仔蜜，互因紧熟，挺好摕来食。这是南投草屯的有舒社区所带的鱼菜共生系统。若饲鲈鱼，搁通种柑仔蜜。这头马豆嘛家己种的，好多无需要啊。因为阮主要阮的时段伊拢是务农的阮即摆就是种遮的小番茄啦，因平常来是用来看。看伊的生长的过程对伊来讲嘛是一个疗愈啦。社区申请的这座鱼菜共生系统，平常时拢是由社区的照顾服务人员在管理，除了请老师指导爱安怎种植。社区的阿嬷三不五时嘛会到顺头看买，因为种出来的菜会使伫社区据点中昼共餐的时加菜，或是多食到天然佮健康的食材。也会寻一下过滤桶里面是不是会太脏，会影响鱼，还有是不是不适应。看，阮的供餐就是阮的鱼仔嘛，是阮社区家己自主的。阮的蔬菜，阮有阮有阮的菜园，还有阮的水果。因为政府补助的资源有限，社区爱家己想办法找资源，才通永续经营。有舒社区，若有家己的菜园，即马阁有鱼菜共生的系统，互社区的资源扩大，嘛造福在地是大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种菜上惊就是钓菜塘。毋则讲有真侪现代农民，因识真侪步数，要提防讲这菜塘来食菜。尤其过去阮有真侪俗语，咧教人讲，你毋通看菜塘食菜呢。菜塘有时原来会菜卡死。即句俗语话，永早若报地戏，咱常常咧听。菜塘食菜，菜卡死。剑客杀人，也是剑下亡。你敢无听讲？进前郭金华老师50年前捌主唱一条歌，老达乡作词，7套人的目屎。伊歌词内底带口碑，伊就讲江湖的路真歹行，若毋是落脚，就是失去性命。只有是讲做一个小生意，改头换面，重新做人，这款的日子毋才会自在。这正正就是现代化人咧讲菜塘食菜，菜家死这句俗语话，现代解说意思。毋过你甲想哦。有真侪人自作自端，伊毋是讲菜塘干那晓食菜，因为行上这条路无回头的路黑暗的路嘛，就要照常行。毋则永早人原来有一句台湾俗语，顶下句讲，你这款人大路毋行，行弯岭。毋过这顶句是做比拼的，因为下句才是重要。讲你大路毋行，行弯岭，原来就是要讲好人毋做，咧做歹囝，放弃父母甲咱好的名。甘愿流浪江湖，互人叫啥？互人叫浪子啊！本来这个人叫做吴国忠，但是因为行唔对路，行对江湖去，人已经袂记伊的名。父母甲好，父母甲栽培，望伊就爱甲人有坐徛，人已经袂记伊的名姓啊！只有是叫伊叫做浪子啊！黑暗的路，只有是望月娘照光回乡的路线。台湾歌敢无一再咧唱？
菜汤食菜，菜卡死。真侪人自作自端，黑暗的路途难见光明，这款的心情，实在要反悔，有当阵啊也袂赴。毋则过去，我咱有一句俗语话，这是对民间故事来，你描写讲啥做自作自端，就是讲林道乾造枪拍家己。按怎样讲造枪拍家己？林道乾是明朝尾真出名，东南沿海海贼，这甲蔡千这拢共款，永早历史拢有记载。林道乾互明朝官拍甲走对咱半边山去，民间流传呢，讲伊吼早18下南的金仔，拢去藏伫咧半边山内。毋则人一句俗语话讲半边山18下南半，结果林道乾佫走对东南亚去，伊发愿下心讲我要做大炮，要做枪，要来向这明朝的官员报复。结果吼，谁知影讲故事伫咧流传，林道乾试炮。试到尾啊，家己徛伫咧大炮头前，砰一个大炮做了有成，拍死家己。这正也是咱俗语话所讲的自作自端。菜汤食菜，做大炮，有当阵会菜卡死，有当阵会拍死家己。黑暗的路途，就要回头，这才有影。啊，讲到菜汤，咱赶紧过来讲家己溪口食饲鹿仔的业者发觉讲，家己咧种互鹿仔咧食的龙尾草这款草啊，去互秋兴菌虫压甲真严重。目前已经经过乡公所、通报县政府和农委会。啊，龙尾草这款牧草也是国内发现第6种秋兴菌虫会去食、会去挾农作物。牧草的叶啊，拢叫秋兴菌虫咬过。嘉义县溪口乡种牧草的畜牧业者发现拄种无偌久的牧草有秋兴菌虫，严面通报县政府，成为秋兴菌虫公告的第6种受影响的作物。对，它刚种下去大概不到1个月左右。不到1个月。之前种的呢？之前种的在那一区应该是没有了。牧草，被秋兴菌虫危害啊，在台湾算是首例啦。我们这边就赶快立即去通报。嘉义县农业处表示，这种草主要是畜牧用室的食用牧草，全县种植面积大约有85公顷，嘛好用农民加强生产甲防治的作业。那就嘉义来说，目前我们食用玉米的生产面积大概有530几公顷，那狼尾草的面积大概有85公顷，那薏大概是有2.5公顷，那这些都是可能被危害的。我们在这边也要提醒农民去做巡田跟积极的防治。农民表示，这片土地进行经过翻卖，当时嘛受到秋兴菌虫的影响，想袂到种植了后，即马改种牧草阁受到影响。因为目前当你采收内容毋是用药的时机，会继续观察虫害发展来进行处理。记者林伟平嘉义报道。镜头刷落南，咱来看屏东的归来朱田宫，这几年拢咧推动侪文化创意的产品。啊，今年因为武汉肺炎，庙方也推出马祖婆挂嘴烟的红啊，要提醒乡亲防护，就要做好。一身马祖婆红仔踩伫庙里，逐身都笑甲目睭微微，看起来不加高水。毋过斟酌甲看，这个马祖婆红仔面顶哪会拢挂一块嘴烟咧？武汉肺炎的疫情蔓延到现在，我们庙方就决定，我们应该要提醒民众要有防疫的观念，所以就跟文创公司研发了一款全台唯一的防疫 Q 版妈祖娃娃，好提醒我们的信众要有防疫的观念。原来这是屏东归来朱田宫的用心，现是武汉肺炎菌甲庙方专工设计面挂嘴烟的马祖婆红仔，逐身红仔拢搁带一罐细罐的酒精，就是要提醒民众要甲防护做好势。我觉得很棒啊，因为就是还蛮贴近我们生活，而且他们把那个妈祖戴上口罩，就是刚好可以因应现在的肺炎，就是还蛮时事化的，然后也可以提醒大家戴口罩，表示说我们真的要警惕自己，一定要戴口罩。受武汉肺炎影响，马祖绕境的活动毋是延期，就是取消。屏东归来朱田宫嘛取消足收的活动，改推杀挂嘴烟的马祖婆红仔，呼吁民众防疫时间也袂使放冷，嘛望宗教文化更加瓦紧咱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看中部后里的赛车场，近来伫园区内底打造中台湾头一座儿童交通安全教育馆，占地有800几平，馆内建设真侪和真实的道路相像的环境。尤其这个场所佫经过国际汽车联盟 FIA 的授权，教育馆嘛是望讲经过实际的体验，互交通安全的观念自细汉就要定根，互囡仔知。一寡囡仔坐伫会当驶的细只轿车顶面。
唔但爱安全驾驶，阁要遵守涂骹的标线和路口的号志。这是台中后里的赛车场，透过模拟实际的车路，要让囡仔从细汉就通了解交通安全的重要性。转换一个角色，当他在开车，他应该怎么样的注意各种的安全？为了推广正确的道路安全知识，这间赛车场特别和中华车会合作，同齐打造这座800外坪，而且是台中头一座的儿童交通安全教育馆。 更有得到国际汽车联盟 FIA 所授权的教材，耗资将近4000万，也筹备了相当时间。除了各位看到的硬体以外，那么我们会引进世界车会 FIA 的相关教育、交通安全等等的资讯资源。在专业讲师的带领之下，让囡仔哪赛车、哪学交通号志，用认真的态度面对各种的状况，做出正确的反应。期待这一个示范场。 可以变成我们全国小朋友学习交通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场域之一。这个课程是规划予5岁到9岁囡仔参加。在完成所有的道路课程了后，因会摕到一张儿童的驾驶执照，希望透过哪算哪学的方式，让囡仔了解交通安全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吴传安先生伊是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因为爱讲故事、爱分享，伫咧网络顶头写真侪文章，所以渐渐变作真出名的作家。因年岁算真轻，对新的科技也真敏感，就安尼踮伫咧大学甲网络写甲读，伊也一再想要互无共年岁、无共族群的人有机会互相了解。咱当嘛来看人文学者对台湾社会观察甲关怀。 吴传安是中央大学中文系教师，伊伫咧中文系开的课，所谓时代读甲写，内容真对着时代，是少年学生真捧场的热文。100多人的大班课一开出来，马上就互全校的学生选甲满，较班一寡的人就选袂着课路。我的课吼，甲以前中文系较无共款的是，就是内容吼拢共款，但是阮即马的这网络时代，阮用阮看手机啊。 阮看电脑，阮看即个电脑面顶的物件，较少人咧看报纸。但是即马伫网络还是用阮手机仔咧看的时阵呢，内底的内容呢，甲以前较无共款。内底的内容阮爱较有趣味，爱有人有兴趣，安尼大家来点进去看。点进去看，伫即马网络时代点进去看的，恁若分享是足紧的，有时阵1点钟就1万个分享。 大家拢看会到。不过讲出来，互人真意外。伊伫咧加拿大读博士迄几冬，主要是研究历史学，而且伊去大学教册进前，已经是真出名的网站，故事写好所有人的历史的主编兼作家。伫咧做主编迄段时间，佫写了真侪本文化观察的册，自日本写到加拿大，按好食物写到都市的地理甲历史，大本册拢卖甲写叫。 像伊这种面对网络的能力，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有真好的观察。传统文化四书五经拢爱读嘛，吼但是这物件读了是要创啥？这点是足重要的。这物件读了应该会当运用嘛。你要运用，毋是运用伫现实的生活内底去提升家己的人格另外一部分更较重要就是讲，伊是毋是会当 改变一种方式去表现，你若改变一种方式去表现是，伊原生遐的物件就变做一个足重要的资产嘛，遐资产会当用现代化的方式，你讲咱今日讲网络。其实吴传安一直咧做的代志，就是讲故事，分享所见，甲代志变做一件一件趣味的故事。为着只是想要甲人互相了解而已。记者刘铁河、林坤明综合报道。 再来讲无共的季节，无共的天气，天顶的云嘛对咧变化万象。艺术家李学富观察大自然，伫咧美景当中找找灵感。因为伊看到垦丁的龙盘公园范围真广阔，景致阁特殊，就以龙盘的云做主题，画出真侪艺术作品，望要表现屏东的水。 好天的云、乌阴天的云，各种无共款的云，拢伫艺术家李学富的画笔内底，真做是一幅一幅的油彩风景画。虽然画是固定的，不过面顶的云看起来亲像是有咧行。李学富介意画大自然四季变化的景致。
这道伫屏东美术馆所展出的是上新的云甲土地歌系列的创作。我就利用后面那个魂，来表达一种好像教堂里面有一个声音，家己做一个魂，表达我对这个物件故事的诠释。李学富正意向伫咧旅游的时阵，向大自然来找灵感。伊讲垦丁两盘公园正宽阔，景致正特殊。伊创作一系列的两盘的云来呈现屏东的水。龙盘公园迄个地形地貌按屏东小高水，所以我作想要有一个想法，是讲要把按屏东水的所在介绍给大家知，所以我2020这系列东西都为龙盘公园遐产生的一个灵感。这边李学富所展览的主题是回慢，呈现伊浸伫咧大自然内底所得到的体验，甲心内的感受，甲环境相连。伊嘛邀请大家来看展览，伫咧无同的风景内底散步。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明仔载这2日，因为东北风透，各地头拢有较凉凉，搁因为华南分河区渐渐向东边刷过来。台湾中部以北甲东北部拢会落阵雨，台南以北东半部阁有平湖、金门、马祖这较宽阔的所在，风也会较透。观众朋友，咱都要注意。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温度的资料。北部19度甲22度。中部20度甲22度，南部22度甲27度，东部19度甲23度，金马平湖14度甲2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小弟吴国清本人，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多谢你。